中国要买台湾往来，卖少的企业看甲袂做咧，随出手来采买。像我专任的董事长林敏雄，就一日手宣布讲，要买上少1万栋的台湾往来。台湾老字号的这个移民公司嘛，伫第一时间甲农委会讲，要买上少1500栋的台湾往来。毋若企业收听228年假的时髦，民众专工安排这个参观往来，都是要用这个行动支持台湾的农友。 大嘴食往来所，228年假，真侪民众用行动来支持台湾往来。凤梨水分非常多，所以做起来它一颗就只能做4块凤梨酥。带着太太跟小孩来嘉义来参观我们台湾的凤梨产业。又买了凤梨孝氏洗手液。大企业嘛拢来甲因捧场。这一次非常来的非常的突然，那前面一定相比，整个企业发动起来吼。 大概应该可以到1万吨以上。那大卖场专联买台湾往来，阁有真侪企业嘛来甲台湾农民赞声。资本就用真侪台湾农产品制作往来酥、喜饼、火鸡馆的移民公司，嘛甲农业会讲上少买1500栋的台湾往来。像咧像股王大力讲，台湾高铁嘛拢来买，希望政府民间会当做伙甲火鸡农斗销水果。